圍涌道暢通。請注意急轉彎。靠右沿主路行駛。靠右沿主路行駛。前方2公里靠右行駛，往旺角、香港西方向。200米，靠右沿主路行駛，上坡，往旺角方向，請保持直行。靠右沿主路行駛，上坡，往旺角方向。前方2公里靠右行駛，往油麻地、香港方向。有更快路線，可節省10分鐘。滴聲後回答確認可換路。有車輛匯入，前方500米靠右行駛，往油麻地、香港方向。
當前車速71。限速70，請注意減速。前方500米，靠右沿主路行駛，往香港、紅磡方向。前方200米，靠右沿主路行駛，往香港方向，超速通過，時速90。靠右沿主路行駛，往香港方向。前方1.8公里有3岔路，請走中間岔路。請小心左側有車輛會入。請注意兩側車道變窄。